周圍啲人有離婚㗎？有啊。香港頒布離婚令嘅數目由1997年至2019年期間增長咗102%。2024年本港法庭頒布離婚判令達到18938宗，按年增加1019宗。但其實每日就有51對夫婦正式離婚，到底係因為離婚容易，定係夫婦喺婚姻上遇到嘅困難比較多呢？今日咧係我哋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我哋咧會訪問一啲街坊咧，關於佢哋覺得婚姻當中會遇到啲咩問題啦，亦都會問下佢哋咧如果真係當婚姻出現問題考慮離婚嘅時候咧，佢哋會有啲咩嘅選擇？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會去訪問牛頭角嘅街坊咧，關於佢哋嘅睇法啦。好 ，Let's go！ 夫婦喺婚姻當中咧，你覺得最大問題、遇到最大嘅困難係啲乜嘢啊？溝通，錢銀啦，最大嘅困難係溝通咯。就係金錢問題。我覺得可能嗌交嗰陣時，大家雙方嘅態度。財政啦，出軌，然後係可能係喺手機度先會知道佢出咗軌嗰啲咯，或者唔係成日翻即係好夜先翻屋企，或者揾藉口或者出去可能要開 OT 嗰啲嘢。錢日常生活。大家期待嘅有冇落差啊？長期冇交流嘅，即係諗自己係咪？街訪咗咁多市民之後，我哋一齊睇下喺2024年，我哋委託香港大學做嘅一個有關導致夫婦有離婚想法原因嘅調查結果。當中溝通問題、婚外情同埋性格不合，原來係導致夫婦有離婚想法嘅頭3位。事不宜遲，我哋又睇下市民覺得喺離婚邊緣時可以有咩出路啦。應該都第4啦。你揀第4啊？係嘅感情問題，就變咗如果男方出軌咁，梗係一定離婚嘅。經濟問題可以傾下離婚，即係呢個感情問題離婚啦。我覺得可以揾下親友，可能有啲親戚係可能離過婚嘅，或者身邊嘅朋友都有類似嘅經歷，咁我覺得可以揾下佢哋幫下手。一細路細，可能會睇細路份上癮。僆仔大嘅話咧，可以揾朋友傾下。粗粗少少就要玩狗咯。嗯。之後無謂啦。人搬送。你傾下可能有機會。你哋咯。我哋係啦。呢個係咩？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計劃支援徘徊喺婚姻中十字路口，正在考慮離婚嘅父母，同埋佢哋未成年嘅孩子、專業同工以及社區人士。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